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在本月初突然结束，又在疫情大爆发之际，中国宣布从1月8日开始取消所有出入境限制，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关注，相继出台了对中国旅行者实施入境限制措施。因为中国面临着世界上最大的中共病毒感染浪潮，并因新变种的出现而扩大。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12月28日宣布，美国将从美东时间1月5日零时起，要求所有从中国，包括香港和澳门出发入境美国的2岁及2岁以上的旅客，在登机前出示48小时内中共病毒检测阴性证明。此项要求也将适用于从中国出发途经第三国中转抵达美国的乘客。公共卫生专家认为，鉴于中共提供的病例数据有限，美国此举是适当的，但也有人担心新规定的实际效果或许不大。意大利卫生部长也在12月28日宣布，意大利已经决定对所有来自中国的旅行者进行强制检测。日本将从周五起恢复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旅行者进行强制性 PCR 的检测，也限制了直飞航班的机场数量。欧洲、印度、马来西亚、台湾等多个国家在北京宣布，从1月8日起取消入境检疫后仅24小时，就宣布了对来自中国的旅行者实施更严格的边境管制。12月28日清晨，河南郑兴黄河大桥发生了重大连环车祸。由于当地大雾、视线不佳与路面结冰，车跌车撞成了一堆，至少有200个车辆相互追尾相撞。中共官方说，仅1人死亡，遭到了质疑，真实伤亡情况成谜。中共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称，第一波疫情最高峰冲击没有出现大面积重症死亡。就在同一天，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朱东华透露，此次疫情不仅患者数量多，而且危重病人高达80%。医院不只是缺人手，还缺仪器和设备，种种窘境令医护人员和公众质疑，重症风险被严重低估。这是他从医30多年来最困难的时期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，同时也泄露了重症患者数量巨大的实情。中共疫情肆虐，染疫死亡人数剧增，而国内的退烧药奇缺。辉瑞制药公司生产的中共病毒特效药成了抢手货，由于供应紧俏，由每盒2300元炒到了15000元。有报道称，这种抗疫中共病毒的特效药已经成为中共权贵之间的馈赠品，加剧了当地的药荒。德国政府正在制定新的非洲战略，以取代之前的非洲马歇尔计划。新战略的重要目标是加强德国与非洲的发展与合作，尤其是在能源、原材料和新的销售市场方面，并强调抗衡中共在非洲的影响力。该计划将于明年1月底正式提交。